根據了下嘅天空片，看到嘅位所有骨折，也需要開刀。請問醫生，假使係大石膏呢？同單純大石膏比較，開刀會較加復原，後續仍然愛費盡骨科，個再為人做進一步解釋。請每日都食東西呢事。今比早上8點。我哋建議係空腹開刀。請對了下開始莫食東西，接落來我哋我個再做到開刀前嘅基本檢查。請問開刀前愛空腹幾久呢？至少愛8點鐘。所以還愛8點鐘將時地開刀係冇？係，除了情況非常緊急，一般我哋會建議空腹後開刀，因為有的患者同麻醉過程中會判，也會增加風險。了解。請問手術後完全康復嘅幾率有幾高？那係手術過程順利，身體嘅功能使得恢復到愈好，尤其像這種嘅後生人，我哋後續會請骨科醫生強下費盡。需要待院幾多日呢？照我哋種情況，一般需要待院時間係3到5日。還有我愛同講嘅係，醫生單請記錄人，用品全靠自用心咯。羅拉醫生，好，我先同抽血檢查，還有打點滴。好，我個再同消毒，我有一術切。好嘞，那還有乜嘅疑問？是得個再詢問醫生。這係辦理待院手術單，請到醫院門口嘅左邊櫃台辦理待院。羅拉我這下是去辦理待院。等人能辦好待院手術，留等病房護理櫃台會通知人能，時時地帶人上去病房休息。好，羅蘭人能。